大家好，我是阿勇，大家好，我是爆米香的阿华。欢迎收看英台 Express。 Your one-stop shop for English and Taiwanese language exchange. 逐礼拜我会拣一条英语新闻，互阿华翻译。 And I'll pick a Taiwanese news article for Ayong to translate into English. 咱最近看到阿强啊迄边动作真济，时不时就一只战斗机啦，一只战船来咱遮踅者，哪咧行走骹咧？伫即个紧张危险的时刻，咱就要特别来关心，特别来感谢即马伫第一线训练保护咱台湾宝岛的跩，毋若是阿兵哥哦，阁有阿兵子。即条新闻真稀罕的，就是咱看到即驶战车，不是阿兵哥，是阿兵子哦。来，咱来听看觅。宜兰民众驶车伫路面头前看到一台战车在走，顶悬阁2个装甲兵。A resident in Gilan was driving down the road when in front of them they saw a tank with 2 armed soldiers on top. 遮尔稀罕的情景是国军建备周第4天。This rare sighting occurred on the 4th day of the Armed Forces Training Week. 陆军南洋指挥部派4台 M60A3 战车出来模拟战时的情形。The Lanyong Army Reserves sent 4 M60A3 tanks out for a combat simulation 做路边加早的训练。 to drill setting up camouflage on the side of the road. 战车看咧是真适拍，毋过即摆搁较厉害的是驶战车迄个人。 As if seeing the tanks wasn't already cool enough, even cooler was seeing the driver. 22岁，军校毕业也袂一档的查某囡仔下士胡地文。 A 22-year-old woman, not even a year out of military school, Corporal Hu Daebun, 身高有175公分，40公斤的炮弹，伊家己摸上车嘛无问题。 At 175 centimeters tall, she has no problem lifting the 40-kilogram shells into the tank. 记者问伊讲，派来做装甲兵，你敢有真意外？ A reporter asked if she was surprised to be assigned to the position of tank operator. 伊讲无啦，装甲兵是我家己拣的，因为我兴车。 She said, no, she chose it herself because she likes automotives. 敢有遗憾？我感觉伫美国较无，但是台湾可能是较稀罕啦，我毋知。当年因伫因的军人团内底，有可能会受到一寡歧视也是安怎，但是大概知影有即、个阿兵子嘛是算正常的。所以伫美国，查某囡仔驶战车、驶战斗机，袂变做一条新闻就对啊。这是无可能啊。有一寡人就讲安尼，你特别甲伊做一条新闻，讲哎哟，查某囡仔驶战车真稀罕的，这是毋是颠倒又搁变做另外一种变相的歧视啊？其实你讲安尼，我嘛认同。问题是，咱台湾即摆还未行到遐尼平等的未来，所以即个新闻提出来讲嘛有一项好，就是互咱厝邻的士大人看着讲，你看查某囡仔真是有咧驶战车的哦。所以恁兜的查某囡仔若是有对即方面有兴趣，想要做兵的，想要驶车的，你著放手互伊去做，莫讲查某囡仔就是爱安怎做，就是爱安怎才对。尤其即届提出来讲，可能后一届就已经变做正常啊，都无需要。嘿啊，就咱厝邻的是大人，家长真是看着讲，查某囡仔驶战车，毋是无呢，真是有呢，未来会愈来愈普遍。我拄则咧讲迄个国军的翻译，我著讲啥物 army 安尼尔。但是我咧翻译的时阵，我有去找 Wikipedia 看即个国军台湾的国军，敢有啥物特别的名号？亲像对面阿强啊，因讲人民解放军。嘿，对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安尼，我想讲，台湾啊就是无啊，我找看觅。顶悬有写迄个国军，就是中华民国的国军，又搁有人号做台湾国军。你感觉即两个名词要安怎？嘿。对我来讲，这毋是一个真简单的问题，因为我个人政治的认同，我认为中华民国毋是台湾人的国家，台湾人也无家己的国家，所以若照安尼讲，是毋是我对中华民国的国军应该嘛是无认同才对啊？毋过事实上，即马伫第一线来保护咱台湾宝岛，保护咱家乡，保护咱2300万的人民的，确实就是即阵阿兵哥、阿兵子，所以咱应该爱有的尊重，阮仔着爱互伊。
好，后一条新闻就是，即礼拜大家拢有咧看美国嘅大选，毋过可能较毋知影，逐州佫有一寡公投咧进行。啊，咱来看一寡较趣味嘅公投吼。Voters in New Jersey, Arizona, South Dakota, and Montana are set to weigh in. 美国 New Jersey、Arizona、南 Dakota、Montana 嘅选民要来输赢。On legalizing cannabis for all adults over the age of 21. 要决定敢要互因即几州21岁以上拢会用哩合法来用大麻。Marijuana is legal for adults in 11 states and Washington, D.C. 大麻伫华府甲另外11个州是已经合法哦。And medical marijuana is legal in 33. 阁有33个州允准医疗的使用。U.S. cannabis companies posted strong earnings as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boosted sales into the second quarter. 第二季，武汉肺炎的疫情甲因的生意倒吹油，美国卖大麻的公司即马偌好赚咧。Companies say that as more states legalize cannabis, building up a national brand will be key to winning a major stake in the market. 业者讲，当愈来愈侪州互大麻合法啊，即个市场你若想要食比人较大地，关键是爱做全国的品牌。看到即款的新闻，也是过去几十档美国在讨论大麻，啊又搁是合法化大麻这个过程，我感觉啊，终于啊 ，finally 好合法啦。对，因为你敢知影，即个大麻已经咧炒可能我100档诶。有遮久，我想讲可能才20-30档尔。嘿，你敢知影即个禁止关在禁止大麻的即个原因？我是听人讲，敢若某一个族群有咧使用尔，就是被皮肤的人较无咧食这对吧？对，报毋对，就是大麻算是黑人的文化的一个部分嘛。是哦。啊，所以较早黑人咧食大麻，啊白人咧食薰。所以其实即个禁止大麻即个手段是，其实讲是歧视黑人的即个手段。算是讲，甲因迫害，找一个理由吼，互因犯法，啊，甲你徛空，甲伊掠起来。所以，颠倒医疗上看起来，颠倒较危险的薰，无甲伊禁止；较安全的大麻，煞互人禁止。啊，又搁足含的一项，就是全世界因为针对美国嘛，所以像台湾嘛有禁止啊。其实台湾无啥物理由去禁止这个大麻，因就是看美国的。美国禁嘛，咱嘛来禁者。对，所以我希望美国会使赶紧甲即个法律修改，啊台湾嘛会。嘿，台湾拢对美国嘛，我较未食过，毋知食起来到底是啥物感觉。正经讲危险的物件，有害着人命的物件，你就爱禁起来。咱全世界两项物件，你头起先就爱禁，一项酒，薰甲酒。If you enjoyed watching this episode of Indie Express, I记得到是赞、订阅啊个分享。And if you have any suggestions for news that you'd like to see us translate, 毋免细字，做你伫下骹留话甲阮讲。再会。See you next time.